保齡球在台灣1990年代曾經有車贏歲月，所以相信真濟人當時攏捌對流行。李總家集團為了推廣運動企業文化，對蠻早開始到羽毛球，這回嘛鎖定保齡球來籌辦比賽，對主管帶頭到鼓勵員工自主參加。適合暗時，大家就小姐來拍球，不管轉倒也是細高，攏不要緊。重要就是迄份團隊的向心力甲熱情。中嘉寬屏呢，這次舉辦了員工的保齡球活動，我們希望借由這一次的保齡球活動呢，能夠凝聚各位同仁更高的向心力以及凝聚力。我們也希望這一次的保齡球活動呢，所有的員工能夠盡情的享受。對於平時上班無閒嘛無運動習慣的員工來講，保齡球嘛算是輕鬆會當紓解壓力的休閒，而且當保齡球盤贏下轉倒的迄款快感，更是全場歡呼加油聲不斷。不管是拼個人成績，或是團隊合作，比賽已經達到各部門聯誼、情感的交流，嘛將運動融入日常來推動幸福職場。台灣新聞阮籍採訪報道。